百，百，一年有365天。半，半，我休息半个钟头。包子，包子，这家店的包子很好吃。饱，饱，我中午吃了2碗饭，我觉得很饱。杯子，杯，桌上有一个杯子，我有一个漂亮的茶杯。睡觉前，我喝了1杯牛奶。本，本，老师送给我3本书。